台南市安平区建平八街伫个国平路以东是10米宽，国平路以西却只有8米，加上两边的停车道路变作新矮。经过当地居民的反映，甲议员李启伟的争取，现在经过多次计划检讨，取得道路用地，而且公务局嘛已经编列1800万的工程经费，预计每年就会用来拓宽时间。国平路建平八街以西。这条道路的一个拓宽这8米要拓宽为10米这地方阮长久阮仔拢真关心大家阮仔拢安尼共同关心大家拢爱努力争取即摆一定有确定这阮仔感谢着都发局佮甲工务局工务局这最近安尼阮的预算这阮仔1800万的一个预算一定有通过嘛感谢都发局过定这段时间安尼阮仔一寡安尼通盘一个检讨考量到阮地方安尼一个发展安尼有来做一个安尼检讨做一个调整以至于安尼这条道路会当安尼完成拓宽这条道路的一个拓宽也有助于安尼阮遮的一个迄个交通这巷道的一个迄个消防巷道安全嘛，互大家安尼有哪更加搁较方便嘛会带动着地方的一个发展因为未来遮周围有哪拢有一寡建设一寡投资安尼有哪会整个带动着遮安尼附近一带的一个发展议员表示，即间都市计划检讨变更的包括位伫个建平八街。文小40类用地变更为文教用地，而且亚洲参旅学校嘛将伫个5期来设立新的校区。预计建平八街拓宽以后，会用个降低学校设立造成的交通冲击，为安平5期未来发展真有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